你對今年嘅鮮浪潮有啲咩寄望啊？希望一年好過一年啦，即係好似係咁樣嘅，都係個情況都係好似一年好過一年。我梗係希望鮮浪潮可以出多啲好嘅新嘅導演啦，咁帶動香港嘅電影業啦。咁其實我覺得新嘅導演係一個對於電影亦都係一個新嘅元素，因為可能佢哋構思比較大膽咯。通過鮮浪潮有啲咁好嘅導演去帶動呢件事，去帶住一班新進嘅導演，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啊！好多謝啦，即係亦都係代表咗過去幾年咧，大家都認識到鮮浪潮啦。咁而家得到一個咁大嘅 sponsor 咧，能夠幫助呢班年青人嘅，幫助藝發局去推行呢一個電影藝術咧，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非常非常好嘅開始咯。希望K11繼續支持鮮浪潮。亦都因為我哋做咗幾年先至能夠得到 K11贊助，能夠可以今日企喺呢度做呢個記者招待會，呢個係我覺得係我哋嘅成就嘅一部分。嗱，我哋嘅啟動儀式啦噃，